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嚟到留聲機。今日我哋帶大家嚟到屯門睇下地產商7年前花咗8000幾萬投咗呢幅住宅地，而家日日擺喺度曬太陽。大家眼前呢幅係屯門南地福亨村嘅住宅地，係政府7年前推出市場。由於地皮位置偏遠，步行至附近嘅南地輕鐵站亦都需要8至10分鐘嘅步程。附近嘅衣食配套唔多，所以喺地皮截標當日，只有3間發展商投標。本港接近全部傳統地產商直接放棄競投。幾日後，政府公布由寶庭置業香港有限公司投得，母公司就係寶庭重建，中標金額係8300幾萬。以可建樓面與1萬方尺計算，每尺嘅地價竟然高達8188蚊，高過市場預期。項目批出超過7年，小編近日到現場視察，發現地皮雖然放咗一啲建築物材料，不過現場亦都係一片平地，日日曬太陽，睇嚟冇起屋嘅跡象。公司註冊處資料顯示，擁有屯門地皮嘅寶庭重建發展有限公司董事包括寶庭重建策劃有限公司及呂宇健，同時該公司亦都由20名股東組成。其中4人係個人股東，其餘係公司股東。而呢一批公司股東入邊，其中一間公司係寶庭重建策劃有限公司，公司董事為呂宇健。由此可見，佢本身亦都係項目嘅投資者之一。呢間公司以8000幾萬投資發展項目，涉及大批股東嘅投資。一般公司都希望盡快興建項目，賣樓花套現，但呢一間公司被資產日日曬太陽，的確聞所未聞，同時都未知道呢啲股東嘅投資嘅錢可以幾時回本。另外，我哋近日去過啟德嘅方艙睇過，見到現場嘅青年旅社啟航1331，垃圾遍地，淪為空城。想睇下現場嘅情況係點，就撳入去附近嘅連結睇下啦。